何老前人，创造了新一道场，有31个单位，31个理事。理事就是称呼前人，典传师是称呼为经理，开放多个国家，然后被孙师母称赞了，说新一道场有半壁江山呢，半壁江山，表示说新一道场很大。何老前人有5大牺牲：义、仁、慈、勇、智。牺牲财产净尽，牺牲名誉，牺牲家族情爱，牺牲性命不顾呢，牺牲功过不计啊。